各位觀眾晚上好啊！今日我哋唔傾而家嘅流量明星，亦都唔吐槽爛片，嚟排一段跨洋嘅電影江湖往事。香港邵氏喺馬來西亞嘅那些年，有風光無限，亦都有一地雞毛，堪稱一部活生生嘅南洋電影創業浮世繪。可能有人會問，邵氏好好地喺香港留低，點解非要跑到馬來西亞開戲院？呢個就要由上個世紀20年代講起，嗰陣時嘅邵家兄弟仲未成為後來嘅電影王國霸主，大佬邵聚翁喺上海開咗間天一影片公司，拍啲白蛇傳、女俠李菲菲呢類民間故事片，本來生意仲可以，點知遭到上海其他電影公司聯合抵制，話係天一搶咗佢哋個飯碗，搞咗個六合圍剿。呢一下邵家嘅影片喺上海唔好運，唯有另闢蹊徑。就喺呢個時候，三哥邵仁梅眼光獨到，睇中咗南洋市場。當時嘅馬來西亞仲叫馬來亞，聚居咗大量華人。呢班華人背井離鄉，對故鄉嘅文化有住強烈嘅眷戀，而電影呢種新鮮嘢，正好可以慰藉佢哋嘅鄉愁。邵仁梅心諗，你哋喺上海封殺我就去南洋開闢新戰場。1925年，佢帶住六弟邵逸夫，摟住剩低嘅少少資金，坐船南下新加坡。呢一去就開啟咗邵氏喺南洋嘅傳奇之路。不過創業邊有咁容易？初到南洋嘅邵氏兄弟可謂寸步難行。當時南洋嘅戲院大多數被西方資本同本地勢力控制，根本唔睇好佢哋帶嚟嘅天一影片。你諗下，人哋放嘅係好萊塢大片，你放嘅係黑白默片嘅中國民間故事，人哋憑咩俾你排片？邵仁梅兄弟兩個走勻馬來亞嘅大小城鎮，講到口水都乾，都冇說服到幾間戲院。碰咗一鼻子灰嘅兄弟兩個冇氣餒，反而諗出一個絕招，自己起戲院，自己放自己嘅片。1927年，佢哋喺新加坡同人合夥創辦咗海星影片公司。首先租下新加坡嘅華英戲院、吉隆坡嘅中華戲院，仲有怡保嘅萬景台戲院、馬六甲嘅一景院戲院，終於有咗自己嘅放映陣地。跟住嘅係佢哋仲搞咗個流動放映車，講白咗就係改裝過嘅貨車，拉住放映設備同銀幕，跑到馬來亞嘅鄉村地區，拉起帳篷就放電影。你諗下個場景，喺物資匱乏嘅年代，鄉村入面突然之間多咗個移動嘅快樂製造機，周圍十零里嘅人都扛住小板凳趕過嚟，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擠埋一齊，定實銀幕上嘅俠客情仇、兒女情長，嗰種熱鬧嘅程度，比起趕廟會仲要隆重。邵氏兄弟就靠呢招，唔單止賺到第一桶金，仲摸清咗當地觀眾嘅喜好，為後來嘅發展打下基礎。有句話講得好，邊度有需求，邊度就有市場。邵氏兄弟呢下可謂睇通睇透。到咗30年代，邵氏喺南洋嘅事業先至真正紮穩陣腳。1930年，佢哋喺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專門經營戲院同電影發行。呢個時候嘅佢哋已經唔滿足於淨係租戲院，開始大規模起自己嘅戲院。吉隆坡嘅中華戲院經過翻新，變成當時馬來亞最豪華嘅戲院之一，入面有軟座，有通風設備，喺嗰個冇冷氣嘅年代，有咁嘅睇戲環境，簡直係頂配。除此之外，佢哋仲喺馬六甲起咗極樂園，怡保起咗銀禧院，太平起咗加冕戲院。到1937年抗戰前夕，邵氏喺新加坡、馬來西亞、爪哇、越南等地已經擁有110多間戲院同9間遊樂場，形成一張龐大嘅發行網絡，基本上壟斷咗南洋嘅華語電影市場。呢個時候嘅邵氏可謂風光無限，佢哋嘅戲院唔單止放電影，仲搞各種娛樂活動，有戲曲表演、歌舞秀，甚至仲有遊藝設施，變成當地最熱鬧嘅娛樂中心。每次有新片上映，戲院門口就排起長龍，華人觀眾帶住一家大細過嚟睇，口中講住家鄉話，睇住銀幕上嘅熟悉場景，鄉愁一下子就被撫平咗。可以講，邵氏嘅戲院唔單止係放映電影嘅地方，更加成為南洋華人嘅精神家園。但係人紅是非多，公司大咗，爭議亦都隨之而來。邵氏壟斷南洋電影市場之後，一啲問題逐漸浮現。首先係定價問題，邵氏嘅戲院因為設施好，片源新，票價比起其他細戲院貴好多，呢個令到好多底層民眾卻步。有當地華人投訴話，邵氏嘅票價升得比米價仲快，辛辛苦苦賺返嚟嘅錢，連睇一場電影都不夠。其次係排片問題，邵氏為咗推廣自己公司嘅影片，將最好嘅放映時段都留俾自己嘅片，
其他電影公司嘅影片要唔就排喺凌晨，要唔就排喺午夜，根本冇幾多觀眾。呢個令到好多競爭對手怨聲載道，話邵氏搞壟斷，破壞市場公平。不過邵氏都唔傻，佢哋知道要喺南洋長久發展，唔可以淨靠華人市場，仲要討好本地嘅馬來族群。於是喺1938年，邵氏喺新加坡建立馬來亞電影製片廠，請嚟著名導演後要拍攝新加坡第一部馬來語片《漁人得利》。呢部電影講嘅係馬來漁民嘅故事，用嘅係馬來語對白，演員亦都係本地嘅馬來人。上映之後大受歡迎，唔單止令馬來觀眾走進邵氏嘅戲院，亦都刺激咗當地馬來語電影業嘅發展。本來邵氏嘅日子過得順風順水，點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馬來亞，邵氏嘅事業一下子跌到谷底。邵仁梅因為拒絕同日軍合作，被日本人拘禁起嚟。邵氏嘅好多戲院被日軍徵用，設備被毀壞，影片被焚燒，幾乎毀於一旦。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邵氏先至得以重建。呢段經歷亦都成為邵氏喺馬來歷史上最黑暗嘅一頁。戰後嘅邵氏並冇一蹶不振，邵仁梅同邵逸夫兄弟兩個重整旗鼓，唔單止修復受損嘅戲院，仲繼續擴張院線。到咗50年代，邵氏喺馬來亞嘅戲院數量達到頂峰，淨係喺新馬國城鎮就有超過100間戲院、10座遊樂場。呢個時候嘅邵氏唔單止喺發行同放映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喺製片領域亦都開始發力，拍攝咗唔少符合本地市場需求嘅影片。1958年，邵氏推出兩部極具爭議嘅影片，一部係《馬來風月》，另一部係《Sergeant Hudson》。《馬來風月》係邵氏第一部跨族戀電影，講嘅係華人同馬來人嘅愛情故事。影片試圖探討種族融合嘅可能性，但卻尖銳指出宗教因素係跨族戀失敗嘅主要原因。有趣嘅係，傳媒喺宣傳呢部電影嘅時候，刻意將焦點放喺種族問題上，而忽略咗宗教主題，導致影片上映之後引發唔少爭議。馬來族觀眾覺得影片抹黑佢哋嘅宗教同文化，華人觀眾則覺得影片反映現實問題，雙方各執一詞，吵到不可開交。而 Sergeant Hudson 則以日軍佔領馬來亞為背景，講述馬來族士兵反抗日軍嘅故事。呢部電影本來想討好馬來族觀眾，點知因為劇情改編得過於誇張，反而遭到批評。有經歷過二戰嘅老兵話，影片入面嘅戰鬥場景根本不符合史實，係喺消費歷史。反觀同一時期拍攝嘅另一部同題材影片《Matahari》，雖然同樣係邵氏出品，但因為劇情更貼近現實，反而獲得觀眾嘅認可。呢兩部電影嘅不同命運，亦都令邵氏明白一個道理：拍歷史題材嘅影片唔可以淨追求商業利益，仲要尊重歷史事實。除咗影片引發嘅爭議，邵氏喺商業上嘅壟斷行為，亦都遭到越嚟越多嘅質疑。當時嘅馬來亞電影市場，邵氏同另一間華人資本公司國泰幾乎瓜分晒所有份額，本地嘅細電影公司根本冇生存空間。有本地製片人投訴話，邵氏唔單止控制院線，仲控制影片發行渠道，想讓自己嘅影片上映，必須俾邵氏交高昂嘅管理費。好多細公司因為付不起呢筆錢，只能夠倒閉收場。呢種壟斷行為，亦都為邵氏後來嘅衰落埋下伏線。60年代，馬來西亞嘅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1957年馬來亞獨立，1963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新成立嘅馬來西亞政府開始推行無野化政策，維護馬來族嘅利益，打壓華人資本。1969年513事件爆發，華巫兩族矛盾激化，政府更加大咗對華人文化產業嘅限制。邵氏作為華人資本嘅代表，自然亦都受到波及。政府開始規定，馬來語電影必須佔據戲院放映時段嘅大部分比例，華語電影嘅排片量被大幅壓縮。更致命嘅係，政府仲成立相關機構，對電影進行嚴格審查。好多邵氏嘅華語電影因為不符合國家政策被禁映，邵氏嘅戲院生意一落千丈。好多戲院因為客流量不足，只能夠被迫停業。為咗生存，邵氏不得不開始減少喺馬來西亞嘅投資，將重心轉返香港。到咗8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成立國家電影發展局 Finance， 規定一部電影必須有70%以上嘅馬來語對白，先至可以稱為馬來西亞電影。華語片則被視為外國片，
需要繳納高昂嘅關稅。呢項政策徹底堵死邵氏喺馬來西亞嘅製片之路。1985年，邵氏將最後嘅獨立片場賣咗俾 Finus， 徹底撤離馬來西亞嘅電影製作領域。曾經風光無限嘅邵氏院線，亦都逐漸被本地嘅馬來族公司收購。邵氏喺馬來西亞嘅輝煌歲月就此畫上句號。回顧邵氏喺馬來西亞嘅幾十年，真係充滿是非功過。有人話邵氏係南洋電影業嘅開拓者，佢哋帶嚟先進嘅電影技術同管理經驗，建立龐大嘅院線網絡，令電影呢種藝術形式走進南洋嘅千家萬戶，亦都為華人文化喺海外嘅傳播作出貢獻。尤其係佢哋拍攝嘅馬來語電影，推動本地電影業嘅發展，促進唔同族群之間嘅文化交流。亦都有人話邵氏係市場嘅壟斷者，佢哋憑住強大嘅資本實力，擠壓本地細公司嘅生存空間，破壞市場公平。而且佢哋嘅好多商業行為過於功利，為咗追求票房，不惜改編歷史，炒作敏感話題，引發種族同宗教矛盾。最後因為無法適應馬來西亞嘅政治環境而撤離，都算係一種必然。其實在我看來，邵氏喺馬來西亞嘅歷史就係一部商業與文化、資本與政治博弈嘅歷史。佢哋捉住時代嘅機遇，喺南洋闖出一片天，亦都因為時代嘅變遷，不得不黯然離場。冇絕對嘅對，亦都冇絕對嘅錯。始終喺嗰個動盪嘅年代，能夠將一份事業堅持幾十年，本身就唔容易。而家邵氏喺馬來西亞嘅那些老戲院，有啲已經被拆咗，起成高樓大廈；有啲則被保留低嚟，改造成博物館或者商場。雖然邵氏已經退出馬來西亞嘅電影市場，但佢哋留下嘅影響始終存在。直到今日，仲有好多馬來西亞嘅老一輩華人會記起當年喺邵氏戲院睇電影嘅時光，記起那些陪伴佢哋度過青春歲月嘅銀幕故事。講到底，電影從來都唔淨係娛樂，佢承載住文化，記錄住歷史，亦都連接住人心。邵氏喺馬來西亞嘅那些是非往事，早已同南洋嘅歷史、華人嘅遷徙史、唔同族群嘅融合史交織埋一齊，成為一段難以磨滅嘅記憶。或者呢就係歷史嘅魅力啦，冇標準答案，只有唔同嘅視覺同無盡嘅回味。好啦，今日關於邵氏喺馬來西亞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唔單止可以了解呢段歷史，亦都可以多一份對電影行業嘅理解同尊重。多謝大家嘅聆聽，我哋下次再見。